你花幾十蚊買嗰杯高級咖啡，其實你都唔知佢呢隻咖啡豆係嚟自邊一度嘅。但震驚嘅係，大部分需要嘅咖啡混雜咗高達50% 嘅廉價雜豆，來源仲要係無名氏。話說850年前，一個叫 Claude 嘅牧羊人發現佢嘅羊食咗某啲紅色嘅櫻桃之後咧，係變得異常嘅亢奮嘅。呢個發現到咗19世紀就變成全球最值錢嘅商品之一。從埃塞俄比亞嘅高地去到你嘅咖啡杯，咖啡嘅旅程既古老又現代㗎，係傳統嘅農耕同埋尖端嘅技術結合。當你識得分辨豆嘅種類、產地同埋烘焙程度，你就解鎖咗一個好多人都從未體驗過嘅味覺世界。真正注重質素嘅咖啡店咧，係會用呢啲知識去打造佢嘅菜單，展示呢個咖啡嘅多樣風味㗎。連訂咖啡豆都靠烘焙師嘅專業知識，俾你喺第一時間有啖哇嘅感覺。咖啡界有場風暴係醖釀緊㗎，咖啡生豆嘅價格咧係節節上升㗎。氣候變化又影響咗傳統嘅種植區域，生產成本越嚟越高，複雜嘅供應鏈意味住更多中間人喺你嘅咖啡豆到達你嘅磨豆機之前抽水。聽落好似好唔舒服咁樣，咖啡可能會變成奢侈品嘅。原本嘅日常儀式可能偶爾變成奢侈嘅享受，從根本改變我哋嘅咖啡文化。